台南喜树大天府万丰宫32年会办一届三朝王朝大典。今仔日当头喜送王，真侪信徒拢来到求王尊寿啊，求平安嘛添好运。另外，庙方因家己做一个殿头，这清茶甲表演拢是日本的风格，展现遮的特色文化。 伫王尊头前开水炉，众人准备做伙甲撒去黄金海花通烧化，一路200公尺，上万的信徒小坐来求王尊，场面真热闹。台南喜寿大天府万丰宫甲新年考三朝王朝，每12档一考，今年拄好台南400。王朝大典规模平应过加较大，其中当头戏送王仪式悠远尊照传统，有学者指出。 而这行起这代王尊文化，参早前的戏业有关系。这茶船足大只，要送要救来海边，要烧因是无咧用电啊。第二，因只有男性才能参与游王尊，这个原因也跟渔业文化有关。就过去渔船上对女性有较多禁忌。海边来请到咱的神农公啦，来主持这个教育啦，来替咱的地方来个。 破解这的灾厄啦。同款人12档，便拿做招地方家己做喜寿团来庆祝庙会盛事，总是啥人注目。全场团员计共90个，无论是服装也是定色，拢真有日本气味。在事件当中，因无奈播送日本海军进行曲顶歌曲，兼以高声参团员的欢呼声做节奏，嘛形成地方特殊的顶头文化。玩的就是较早就是一寡美戏啊去日本佚佗，感觉讲蛮不错的，的回来就学一学啊。片面知道是他们日本的神教意义啦。阮会合作艺团，伫阮家大部分人咧讲拢会讲哈烧，因为我们的口号就是哈烧哈烧。小王尊文化常在台南西南沿海通看到，嘛是本土真重要的庙会活动之一。庙方公因结合南区公所甲济高背景，嘛办民俗庆典文化会活动，并且延续传统习俗的精神，嘛要互众人看到府城珍贵的宗教灵魂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